根据刑事局9月的诈骗统计，去共管上介侪钱的，有原是假投资诈骗的手段，而且这诈骗集团佫会利用加密货币来洗钱，互警方佫较歹查。前一日，警方甲交易所合作，就查到一件有20个被害人损失约近700万的案件，这恶心钱拢去互因换做泰达币。这个案件是外靠金融犯罪调查专家陈梅辉，伊在生时阵提早发觉，才有法度把钱动倒转来。我已经合理怀疑你可能有在提领车手的钱。但是现在你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不行。面对警方的临检，这个查甫人一直辩解，有妨掠香港人涉嫌囝来台湾观光，其实是来诈骗。警察查到几个外籍车手伫台北市犯案，有香港的、马来西亚的。经过调查，这嫌犯背后下个诈骗集团可能是同一个。这些犯嫌多以观光名义入境，却受诈团指示协助提领赃款。这种诈骗的压榨钱，经过车手领出来了后，有不少利用加密货币来洗钱。刑事局有查到假投资的案件，20个受害者损失要700万，全部互转做是泰达币。辛苦了一辈子啊，然后在过几年就要退休了，把我一些养老的部分啊，给小孩子的部分啊，都几乎都骗光光这样啊，非常非常的恶劣。辛苦钱去互骗了，互这个红线是无法度接受。不过好佳在，这个警方甲交易所合作，随甲钱冻结起来。那背后其中一个功臣是甲金融犯罪调查专家陈梅辉有关系。伊在生的时阵都咧调查金流，才早一步发现有问题。跟这个链科交易所来合作，做一个异常交易通报啊。那他通报给我们刑事警察局之后，我们发现这个里面的几个账户跟我们的诈骗有扯上关系，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调查。这互骗去的钱，就算这一届有成功捉回来，不过警方无排除专案，还佫有其他的受害者，都惊损失的钱已经捉袂回来。即马诈骗是世界赢杯，9月份的财务损失都有67亿外，其中以假投资损失的金额占上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